基隆的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工程拜五要进行第6天的环评初审。今日基隆市中山区拢总有24位里长专工来到台北，表示支持第4天然气接收站，希望会当兼顾到减少空污，也有用电。也毋过环团是出来表示反对，指控台电无应该干那甲里长讲好处，应该爱甲因讲好详细。 看伫协和电厂举办环评进前，基隆市中山区的24位里长到台北开记者会，强调无互台电放票，因为因全部拢支持台电去协和电厂。严厉改建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，它是有油气换油对空气的改善。这里长表示，会支持协和电厂有4大主因，包含仪器换油、减少空气污染，施工期间会当增加工作机会，用电工程带动地方的消费，甲增加供电。不过，反对的环保团体表示。 协和4只毒气槽，伫1500公尺范围以内有辖区甲海军围海营区，台电应该说明清楚，万不发生火警甲意外，安怎应变，袂当用部分的信息，互里长误解。天然气 LNG 的除槽陷于火场的时候，他们隔离的范围是周边1600公尺，就必须要立刻疏散跟隔离。我们在这一次的环评书件资料中，完全没有看到关于城市安全以及国防安全的评估。 这次特别举办第6届基隆协和电厂环评的初审，正反双方继续对外表达立场。环境部会安排正反双方分别派3名专家来参加会议，分别是有发言权，不过无表决权。基隆市府向台电发声讲，应该优先减少污染，避免扩大电气机组的规模，破坏海域的生态。台电回应讲，会继续甲各界来沟通，希望各界支持协和的更新，为基隆带来稳定的低碳电力。 要求台电重新提交审查，确保对于水产保育、生态环境及渔业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。空污可以减少96%，温室气体可以减少52%。它这个都是一个既能够提供稳定电力，又能够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个方案啦。对协和电厂4只的工程环评初审，环境部长彭启明近期是表示会保卫各方的意见，不过也请正反双方尊重环评的制度，环评程序顺利进行，才是个人的福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